总统蔡英文近来脸书贴文风格转变，不仅言论尺度大开，17日更在脸书公布小英去哪里的影片，突袭台北西门町。对于观光客的合照要求来者不拒，也让蔡英文近期的网络声量大涨。如今幕后推手跟着曝光，除了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之外，还有2位8年级的正妹小编，其中1位过去曾因脱裙登上 PTT 表特版。蔡英文近来风格大变，有别于以往神隐少女的做法。从今年元旦开始，先是在脸书上强硬回应习近平近期对台的谈话外，推出 LINE 群组也在短短2天内突破20万人，甚至大量使用图文来辅助政策说明，一改过去转贴新闻稿、官话的风格，以更贴近乡民的语言来与民众对话，引起大批网友关注，成功拉抬声势。不过，却有不少网友将焦点摆在蔡英文的幕后团队身上。蔡英文近期释出小英去哪里的影片中，一名长相清秀的女子吸引不少网友注意。原来她是小英总统的脸书小编连奕婷，笑容神似女神张钧甯，成为影片中的另类焦点。发言人林鹤鸣透露，目前总统社群平台的经营团队约有10人，其中有人负责文稿、收集舆情，有时也需要陪总统跑行程。至于管理总统脸书的人，主要是由奕婷与思莹这2位8年级的女生负责。据了解，连奕婷毕业于台大系，高中就读北艺女时曾登上高校志的封面人物。2016年总统大选时曾替民进党拍摄竞选广告，其中一幕连奕婷脱掉裙子，象征反抗体制、追求自由的画面，一度让她爆红，还被网友封为脱裙女孩。